曾經有報道講，中狼嘅尿味好似大麻嘅氣味，以至於一個碰到中狼尿液嘅遊客，以為附近有人喺度吸食大麻而報案。中狼 Man the Wolf， 佢哋嘅名暗指頸後嘅鬃毛，當遇到危險或者準備攻擊時，鬃毛就會好似貓毛一樣豎起。佢哋嘅外形好似一隻腳好長嘅狐狸，名字稱為狼。但基因研究表明，中狼與狐狸同狼或者其他犬科動物嘅關係並不密切，其中一個主因係佢缺乏狐狸特有嘅橢圓形瞳孔，染色體同其他犬科唔同，所以中狼無法雜交。呢啲條件都令中狼成為獨一無二嘅一個物種。佢哋生活喺南美洲，可重達23kg，肩高110cm，長腿喺草原地方佔有優勢，喜歡獨居生活。佢哋嘅餐單一半植物，一半肉類。被圈養嘅中狼被發現，如果長期進食大量肉類，會比較容易患上腎結石嘅問題。